不要安装，不要安装，要交钱呢，要交钱哦。你看订阅的免费试用，要自动续费呢，要注意看哦，弹跳出来的视窗哦，告诉你这是自动续费项目呢。订阅后，谷歌 GOOGLE 会发试用凭证到你的信箱呢，会告知订阅详情，要自动续费日期诶。登录你订阅 Google 账户，点击3行功能表按钮，很麻烦，很啰嗦的哦，一般人都不会注意这些呢。找到扫描全能网，取消高级，要取消高级订阅服务。你看这多么可怕的事！